你唔好行去呢段時間凍落去。多條公路封閉，港珠高速公路湖南段一度有2萬架車、6萬人滯留。我係想攞輪多條公路封閉重開嘅消息令車輛駛入湖南後冇辦法駛到其他省份。係你攞輪椅，咁咧就喺樓下等。你叫我媽落去接的士就兜上嚟，因為佢呢度冇的士㗎嘛。因為跑道積雪要關閉。咁好過話乜推你落去嗰度咪一樣中央氣象台預料，長江中下游大範圍嘅雨雪天氣未來1星期會持續。無線電視記者黃斌行。冇辦法，到咗落雪，上海都話未，上海都未試過落雪，都落雪都話。86歲，近年全國冷開到1個星期。係咯，變晒天氣根本就。蘇哈托嘅遺體由工作人員移上一架客貨車。幾千名民眾喺街道嘅兩旁向呢一位前總統致意。熟咗喎，同阿當。又好得你又成。佢唯一係咁啊，同阿當咁樣玩嘅啫。係咯，先至同阿當玩。好似65年印尼發生流產。其他人將唔敢同佢咁玩。跟住神呢，今日又打完，係咯，又俾人入伙先，又係追翻先追翻。咦！你真係今年嘅神呢真唔知做乜。有直播咩頭先？唔係直播頭先新聞，又係1比1俾人踢。冇啦，佢聯賽又爭10分都冇㗎啦。佢係望個杯賽啫，仲有2個杯咯，足總杯同聯賽杯。要保持公平營商環境嘅優勢。咁咪屎啦！都話佢個老細要炒㗎啦。被指利用權力貪污數以10億元嘅財富。喺2000年，當局開始調查蘇哈托嘅貪污同埋侵犯人權指控，大法院最終以佢健康惡化。